現今室內設計已經融入好多藝術性嘅元素，所以大家成日都會聽到 Art Deco 呢個名詞。藝術裝飾就係運用物料嘅選材、細節嘅做工同視覺美學，創造出舒適優美、能滿足人對精神生活渴望嘅一個空間。今日就同大家嚟體會下我哋門市嘅設計。喺規劃上大致分開前後兩個主體空間，前方係一個客飯廳，用咗深木色做主調，而做工方面都用上比較細緻嘅手法、閃耀嘅物料，例如石材嘅收邊位置都用上玫瑰金鋼，目的係加強空間嘅質感，再經過光線嘅折射，產生出閃耀奪目嘅效果。而飯廳嘅飾物櫃選材都係一致，因為我想做到整體嘅感覺係連貫，令到客飯廳兩者構成呼應。我喺飯廳選擇設計一個飾物櫃，係希望做到家人同朋友共餐嘅時候，能帶出更多嘅話題。由於深木色嘅木材質感比較重，所以我就設計咗一張有中島功能嘅白色石材餐台，將整體嘅質感達至一個平衡，凝聚出沉穩華麗嘅氣氛。推開用玫瑰金鋼做嘅趟門，就進入另一個主體空間。高身嘅床頭，不規則嘅木紋切割，加上兩邊弧形嘅設計，將主人床擁抱成極具氣派嘅視覺焦點。喺空間設計上，我哋要精準了解每個空間嘅優點，例如樓底較高就應善用高度，空間較闊就應善用闊度，加上連貫性嘅手法，流暢利落嘅線條，巧妙地把整體嘅視覺效果連成一致。黑鏡鋼方形圖案配襯象徵尊貴仿似貴族藍嘅石材，令空間呈現出一種簡約古典嘅神秘感。同時亦規劃出靈活多變嘅動線，因此衣帽間嘅門都被條子牆身隱藏，而衣帽間嘅色彩同條子牆身形成強烈對比，令人仿似有穿越不同空間的感覺。Art Deco 設計就完整展示出獨一無二、百看不厭嘅品味空間，讓我哋每位嘅客人用自己嘅角度或不同嘅見解去體會我哋門市嘅設計。期待大家嘅來臨。